时烤哦，大概要花个5、6个小时。一边生炭火，一边聊起小时候帮父亲做腊肉的经验。他是客家子弟钟景华。他说，腊肉制作过程，炭烤是最后的关键步骤，一次就要烤5、6个小时，最怕烤焦了，半夜都要注意。在夜晚啊，每隔一段时间要起来看火啊，所以会很辛苦。现在想起来，其实辛苦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啦。外形敦厚的钟景华出身花莲凤林镇，是道地的客家人，也是钟家腊肉的第2代传人。他说客家腊肉会好吃，可是经过层层繁复的手续。平民美食啊，客家人的做法，是有一点不一样的。光是肉品的选择，就只挑当天温体猪的五花肉，加入多种香料和米酒腌制。传统一般是放入瓮中，经过4、5天来入味。在腌制过后，还得一串串的拿出来日晒风干。在太阳底下来风干。炭烤的过程的话，就是比较可以缩减一些时间。钟景华说，客家腊肉与一般腊肉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一定是一整块。我们客家话叫做偷撩，拜拜的时候，用，就是比较虔诚然后诚意十足啦。坚持传统，钟景华还兼顾健康，让老主顾赞不绝口。不油不腻，不咸不油的客家腊肉，大火先以辣椒爆香，再加入蒜苗下去快炒，就成了这一道腊肉炒蒜苗。一口腊肉配上一口蒜苗，香味扑鼻，相当下饭。还有这一道烧烤腊乐排拼酥炸鸡块，腊乐排只要烤箱加热，色香味美，嚼劲儿十足。悄悄小朋友们吃得津津有味。客家腊肉不但是客家平民美食，至少半年的保存时间，也再显示出客家人勤俭不浪费的美德。夜半的腊肉香气是钟景华对客家手艺的坚持，盘中的菜色变化是钟景华对客家勤俭的体现。色香味俱全的一餐，味蕾跳动出我的感动时刻。